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元复始的新年，我们要迎春纳福，求主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领受耶稣所要给我们的八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恭喜！我们在传统的新年当中，就是我们都喜欢互相道喜，尤其渴望迎春纳福，所以我们的家里有好多用象征的那个福气，故意把它倒着来，表示天官赐福，福从天上倒下来，对不对？所以中国文化是充满着象征的。你们看到那个满要贴在哪里啊？贴在以前传统贴在米缸，对不对？那有人把它贴在马桶，哇！那个春呢？春天的春呢？春的台语叫甲午春，春天春是要贴在哪里？贴在碗柜那个放那个菜的啦。春那个呢？开工大吉呢，放在家里的机器，六畜兴旺呢，要放在哪里啊？放在五条低条，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个人把它放在他们家孩子的。放他们兄弟的那个，结果被他爸爸骂：“你怎么这样子？”他说：“你都叫我们小犬呐、所以我们的六畜。”好，这些象征表示我们心中非常的渴望。那新年胜旧年所渴望的福呢，我们都希望五福临门。五福临门不但要临门，而且要代代相传，能够五世齐昌。五代能够同堂，现在五代能够同堂的是。这个歌奏的真的很少了那个选祖父的真的很少。五世齐昌，福禄寿全，心想事成，财源广进。那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因为我们高雄有五福禄嘛，对不对？那所以那个五福禄的五福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认为五福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第五个是善终。这五福呢，其实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把这五福发挥到最美，你知道吗？华人希望长寿，我们基督徒希望永生，对不对？有永远的生命不是那个臭皮囊一直活下去。长寿、富贵，我们希望在基督里面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在神的眼光，甚至于我们的死亡，上帝看我们圣徒的死亡极其宝贵，我们成为上帝最尊贵的儿女。康宁的意思是身体健康，心灵安宁。哇，这是很美的。那我们知道，在主里面呢，我们不但上帝要给我们应许这个，还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喜乐，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上的苦难，能够那个好德，就是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学像耶稣基督这种美德。善终我们知道第18世纪约翰卫斯理那个时代几乎每一首圣歌的最后2节都是善终祷文。譬如说那个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希望我们走的时候都能够充满着神儿女的荣耀。这个善终。那我最钦佩的一个最善终的典范是谁呢？是那个创办东吴大学的林乐知博士，他是卫理公会的一个宣教士。他72岁那一年，他编那个《万国公报》，那是5月，他就预先编了7个月。他的同事说：“你干嘛编7个月呢？7个月的印刷厂的费全部给人家，那邮寄的费都给人家，甚至于提早邀稿的全部都给人家。然后呢，当天晚上他就洗好澡，穿最喜欢吃的那个，把他儿女叫过来，把他同工叫过来，一起唱诗赞美神。唱完了以后呢，他就很安详的就睡觉了。第2天早上就没有起来了。没起来又吓到了。结果人家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他没有欠人家一篇稿债，没有，也没有欠人家还没有付清的任何债，全部都还清了。他真的是充满了喜乐，很安详的这样，人家以为他睡着了，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中国的五福真的是华人的五福，这缺一不可，同意吗？你单单有长寿啊，没有富贵，长寿然后又穷，然后又没有地位，请问这种长寿有意义吗？好，你长寿了又富贵，结果呢身体也不好，然后整天焦躁不安，然后在那边唉声叹气，这样我们好吗？还需要康宁。好，你既长寿又富贵又康宁，但是不得好死。哇，躺在床上连累祖孙，打你6塞2揪，请问没有善终有没有好？也不行啊。好了，你都好了善终了，但是道德不好，留下臭名，遗臭万年，对不对？然后所有然后遗祸祖孙，哇，为人为富不仁，请问这个有福吗？被人家一声咒骂，他儿女都抬不起头来，就好像一个人一生富贵的那个纳粹的那几个将军，那几个那个刽子手，请问他儿女在德国现在都抬不起头来。好 ，OK，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华人文化的五福是缺一不可，是整体的，是整体的。那今天我们告诉我们的这个8福呢，也是一个整体的。有一个宣教士来到那个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开了6福客栈。那以后他这个人也来到台湾，来台湾他也办了那个孤儿院，那个是爱什么？有一个宣教士就是很矮的一个宣教士，很有名的哦。他有他的那个拍成片子叫6福客栈。我以前就很奇怪，说明明是8福，他怎么把它送成6福？哦，我这一次好好研究才知道，原来我们圣经所说的8福，其实只有6福，就是因为第一福是天国是他们的，有没有？最后一福也是天国是他们，然后中间夹着的才是6福，很像三明治一样。换句话说，今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那个8福，其实真正是6福啊，这是领受天国的福分。请注意，如果我们的文化里面要领受福分，要怎么样？爱拼才会赢，对不对？哇，这一个人真的要拼，而且呢要努力向上，自强不息，当机立断，然后呢运筹帷幄，生财有道，而且还要跟人家要有竞争力，要把它踩下去。所以活在一个那些福气呢，都让人家觉得很辛苦，压力很大，内外交工。可是圣经所说的福气呢，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不是人的修持、修炼、苦修，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所以呢，他说，心灵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人领受了神的恩典，然后以恩报恩，领受神的爱，以爱还爱，用恩典和爱的态度去生活里面的6种态度，在迎接6样的福分，就刚好把它8福全满。所以这个8福听起来，如果华人如果我们不了解背景我们都觉得这个8福简直是唱衰，哪里是福呢？被人家逼迫哪里是福啊？对不对？啊，心灵贫穷哪里福？好，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背后的意义。好，你们知道那个在公元900多年就是公元将近1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倒数计时的时候，欧洲人都认为敌基督要出现了，耶稣要来了，世代要结束了，所以他们对于那个8福的第一福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或者就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换作贫穷人有福了。哇，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说哇，要当穷人才可以进天国，所以竞相把那个钱财都撒出去，然后去寻找敌基督。那时候犹太人说，我就是敌基督，把钱给我。那基督是傻傻的，真的就钱给他们。犹太人就发了大财，到处都给他钱。这实在是荒谬，因为他不了解圣经。所以我们今天要先了解圣经以后意义，我们再来把这些福来领受。犹太人所说的福，在希伯来文有2个字，一个是 barak， 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是 barak， 是上帝给人白白的恩典，然后呢领受。
啊，另外一个字是 Eshar 是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好，就是喜乐、幸福那个生命的态度。而耶稣基督所讲的八福，是属于后者 Eshar 这个意思。意思就是我们要一生要活在上帝话语的引导之下，就会进入一个超乎想象的喜乐。不管人遭遇什么样的艰难，甚至于没有长寿、富贵、安宁、善终的苦境下，而能够拥有人不能夺去的那个喜乐、满足跟那个大喜乐。所以耶稣在讲那个八福的时候，以色列人刚好在极端的缺乏、沮丧当中。他们那时候耶稣降生前的300年，那300年就有200多场大小的战争，所以他们渴望上帝国的来临。所以耶稣基督讲八福，其实在宣告天国的来临，弥赛亚的来临。我们知道接受八福的这些加利利人，他们并不是一个无知的百姓，因为犹太的男孩子满5岁就要上学，就要到安息日的要到会堂去上学，而他们的成人白天工作，晚上都要去会堂读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几乎5岁就开始把整个摩西五经都要背下来研经。所以耶稣所在的加利利人，他们很了解，所以耶稣讲的每一个福，他们马上心中就回想到旧约的经文，他们就觉得整个人就领受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这些福到底美不美，好不好？来，因为我们的中文弄得文绉绉的，好像读起来不太懂，我把它翻成现在白话好了。来，我们看第一个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是天国是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在今生，我们有来生的把握。我们今生所有所做的任何的一切，就像保罗所说的是种的。我们知道今生所种的，而且是种的是一本万利。我活在今生，但是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有天国的智慧跟天国的恩典，上帝的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我在这世上，我都不再活在恐惧、绝望跟害怕当中。我是属于天国的子女，我是属于上帝的儿女。这种确切的把握，带给人非常大的满足、跟自尊、跟荣耀。第二个是安慰，必得安慰。安慰的意思是什么？我这个人安慰就是 counseling 辅导。我随时只要我的手一发酸，我就更新得力，再一次抬起来。我的手一下垂，就再一次抬起来；我的腿一沉重，我就再一次抬起来。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断的更新得力，打不倒，打不退。我有一个很能够反弹的那个弹跳的人生。请问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人，每一个人这样好不好？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这就是安慰的意思。我永远不会缺乏上帝对我的辅导、安慰、引导，甚至我在走路的时候，上帝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耶和华的杖的竿都安慰我，这很像什么？你知道吗？他们那个羊群要进入那个死荫幽谷，那雾浓到一个地步，根本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呢，那个牧羊人就用那个腿给灌呀，叩叩叩叩那个羊都看不到嘛，就听着叩叩的声音，就一步一去一走。如果万一掉下去呢，那竿就把它捞起来，这样了解吗？前面那个腿一个怪，就这样子是这样的引导我们，那安慰我们。好，所以这是好美的。好，第三个部分就是承受地图。换我们现在白话就是说，上帝要在我们这一生里面，要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恩典福分。承受地图的意思是说，领受各种产业。换现在的话，就是说，上帝要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无限的潜能跟智慧，都能够完全的开发出来，然后呢，完全的成为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然后将来得上帝的赏赐。换句话说，上帝给我们智慧，又给我们得资财的能力，然后赚了钱以后，上帝又怎么样？又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诗篇16篇说：“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哇，我的产业何等美好！意思就是，我如果养儿育女，我的儿女呢，能够成为怎么样？成为一个在上帝国里面有用的人。那我的今年的产业，哇，那个意思就是全部这样。请问这个福气好不好？很美啊，能够把产业成那个我各样的恩赐。即使你有5000两，我只有2000两，你5000两要赚5000两，我2000两赚2000两，但是在上帝眼光里面，我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很美啊！所以这个福分非常棒。还有那个饱足，饱足的意思就是我能够真正的心满意足。哇！我以拥有我的婚姻的配偶为满足，以我儿女为满足，以我的恩赐才干为满足。上帝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我不但身心安顿，而且能够满足。哇！那个得到真正的饱足。好，另外一个蒙连续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不但无论往哪里去，上帝永远连续我。所以上帝既然连续我，在我的一生中，我有贵人的提拔，有同才的相挺，有朋友的扶持。那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彼此扶持，2个人总比1个人好。然后兄弟相爱，而不是戏强。这个观念。好，我成为我能够看见上帝。换句话说，我在工作的各种场域、家庭里面，我都看到上帝的手在扶持着我，我也看作上帝的眼目在看顾着我。我在上帝来做礼拜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可以朝见上帝的荣美，然后上帝就透过诗歌、透过讲道、透过读经，亲自对我说话，然后我能够与上帝面对面。哇，这多美好，多美好！好，一个成为上帝的儿女。我生命里面是这么的尊贵，我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现在被人家看成再怎么不堪，但是像约翰1书第3章所说的，我将来必要像耶稣基督。哇，那个耶稣基督的荣美就在我的身上。最后一个进天国这个，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福分，把中国的五福都包括在内，华人的五福包括在内。而且这个是那么美。好，那问题是怎么去领受？好，第一个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真正的意思，我们的中文翻的不是那么好了哈。那个天主教的翻译叫做神贫，心灵里面贫乏的人。这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我敢向上帝求救。我也敢向人求助、求援、求问，而我不是那么好面子。请问这样的人好不好？一个人敢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赦免，我需要你的救赎，我需要你的同在，求你怜悯我。”这个向上帝求助、求救、求恩，这样的心叫做心灵贫穷的人。所以，心灵的贫穷的人，包括对上帝的态度，也是包括对人的态度。所以，请问这样的人好不好？当然非常美好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呢，家家有本应念的经啊，应念圣经啊。不要去念那个家里的难念的经。换句话说，我们都不敢求助，不敢求援，那个求助求援的方法都讲相反的，对不对？跟孩子我这一次回去，我们家人讲话都相反的。我爸爸妈妈，我要买东西给他说不要了，我不吃了。你不要回来了。我说过年为什么不要回来？不用回来了。什么不要回来？我还是要回来啊，对不对？我不要你陪了。你赶快回去了。我说我要陪你啊，什么赶快回去？好，我们的文化不太会讲求助了，对不对？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如果愿意对上帝求助，哎呀，多美好啊！如果对人求助，多美好啊！敢跟老师求助，所以我就问那些老师们说：如果学生真的问你，你真的狠心不教他吗？哪里？我会更爱他。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学生哦，要考研究所，他统计都没有读过，我帮他问3个老师，3个老师说好，没问题，项目我帮你1对1免费教他。结果我们那个学生不敢去要拉我去了。我说老师已经等你了，你去吧。我那时候说你应该你自己去了，这么大了，而且大事了还要我陪。其实呢，如果现在我要陪他去了，还是陪他在旁边呢，因为他会害怕，恐惧。我们人都好多恐惧，所以呢，天国是属于我们的。当我们敢跟上帝求饶恕的时候，请问上帝愿不愿意饶恕我们？愿意饶恕我们。当我们向上帝求智慧，上帝要不要给我们？上帝不但给我们，而且厚赐给我们，也不斥责我们，不像人间问你问几百遍对不对？问第1遍就问几百遍你都没听对不对？还能笨还要问不，上帝不会。你问他的时候，上帝厚赐给我们。所以，请问这样的个性好不好？很美好天国是属于我们的，对不对？好，第2个，我们要得到安慰，我们要去哀痛。哀痛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伤心，而在上帝面前认罪、悔罪、离弃罪，跪向上帝，这是哀痛。第2种是看到别人在受苦的时候，感同身受，为别人祷告、陪伴，然后呢，把他引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赦罪跟恩典跟能力。这2种叫做哀痛的人。哀痛人就得到安慰嘛。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恩典跟我们的面子刚好相反。我们面子是最好，不要跟上帝祷告了。我问人家说，有没有带导像？牧师没有，你去为别人祷告就好了，我不需要。我说你真的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没有了，我自己祷告就好了。那我问他说，你这样有没有事？没事，是家里出了问题了，他们家人打电话给我，去找他了。他说，牧师你忙别人了你忙，不用好，有空常来，不用，是不需要这样的。好那个天国的福分是这样。好来，温柔人有福了，承受产业。承受产业为什么温柔有福？温柔是相信温良、谦和的力量，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用暴力，不记仇，不报复，不以暴易暴，而用温柔。你有没有发现，夫妻之间只要有一个用暴力就失败了？亲子教养儿女，如果用暴力就失败了，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所以那些期待上帝国的恩典的人，诗篇37篇第11节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一个人经得起各样的顶撞，经得起各样的挫败，仍然不温不愠，不埋怨，不苦毒，然后坚持到底，这样的人就能够把他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潜力发挥好。得到饱足呢，是饥渴慕义这个慕义的义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是指着因信称义的义？但是呢，也有2个意思，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上帝的旨意。换句话说，渴望去执行上帝的旨意，跟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是有福了。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饱足。换句话说，一个人最大的智慧是去认识上帝的旨意，最大的果断去执行上帝的旨意。而只有认识上帝的旨意跟执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真正的心满意足。有一个电影是美国的一个机师他飞行了5000多个小时，最后他飞行的时候，发现他的整个飞机出问题，他就要着陆，结果着陆的时候就着在那个大海那个大河里面，然后把所有人都救出来。结果变成一个英雄，但是那个法官、整个检察官一直在追杀他最后他成功的是没有错，最后大家感动他他说：“我真正的做法，完全依照飞行的指示。”
当我们人真正满足的时候，是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与我一同作王，与我享受永恒的福乐，那是永远的福乐。”啊，这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心满意足。而那个心满意足是什么？是满足了上帝的心。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闭门连续，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上帝的真理那个福分上帝所说的福分跟我们民间所说的福分真的不一样。我们民间的福分认为要骂人、用凶人，然后掌权柄、压榨人，然后不用努力，别人都赚钱给我，这个叫做福分。圣像的福分刚好相反，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你们蒙召，我们蒙受上帝的选召，就是为了这个。然后呢，好叫我们承受福气。你有没有发现福气是逆着来的？我们要得到连续，就要去连续忍。昨天我们有一个同学就讲说，大家都不去看他，不是什么什么，然后他就那前阵死掉了。我跟他讲说，他这样讲对我不公平啦。我从台北开车跑到潮州到深山去看他，然后他说他无聊，我就寄了三套金庸小说给他，去陪伴他。但是我工作这么忙碌，我没有办法。你退休的人，我哪有天天陪你？这不可能嘛，对不对？从台北开了400多公里去看他，已经不简单了。他从来不去理人家，整天只有埋怨，这个很可怜。所以要蒙连续，你自己说先连续别人。好，你这个人要有贵人提拔，那请问你在贵人的眼光，在上司眼光，要怎么样？要蒙恩典。你要有同事相挺，那你要在同事之间跟人家建立团队的精神，施比受更有福，先给予。清心的人有福了，指着看见上帝，这个是指着一个人不只是心中无恶念，而是行为动机纯正，他就是为了容神益人，心无旁骛的忠贞的服侍神。这样的人就可以看见每一件事情都看到上帝的手，上帝的恩手就在我们当中，上帝的怜悯医治都在我们当中，这是很美的。好，最后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我们的和本的翻译现在译本叫做促进和平，那天主教的翻译叫做缔造和平。这里意思就是学习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跟上帝和好，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得到平安，并且使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后，我们也跟我们自己和好，就不用自我冲突；我们也跟人和好，就不用跟人际冲突。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这么尊贵的身份，是因为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使人和睦。台湾的确需要这样啊！台湾的那个蓝绿对抗、省级矛盾，然后世代矛盾、阶级矛盾、分配矛盾，然后资方跟劳方的矛盾，还有那个整个台湾太多矛盾了。而基督徒需要成为一个 peacemaker， 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不要在这个矛盾里面再撒盐。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一句话一般世人都没办法接受了，都觉得我们最好是去逼迫人的有福了，对不对？逼迫人塞血啦，然后耍权威啦，不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为了完成天父的使命，他忍受苦难，所以我们在跟随他的人，在这有罪的世界，我们要照福音的标准去活的话，我们也会蒙受坏话、毁谤、辱骂、迫害。真的，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以后，像我昨天参加同学会是蛮有趣的。那个我们班长说：“我们班上出了唯一的牧师，所以他请我祷告，所以2周都请我祷告。哇，祷告以后，全同学几乎都说阿门。可是以前我要祷告，他才不理我了。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每一个都成功了，成为阿公了。我开始想到了下一个，我想到那个他说请牧师祝福。
那一般而言哦，有没有可能你跟他传福音，那个人说：“哎呀，我就要等人向我传福音，我一直祷告说，上帝啊，你差遣天使来跟我传福音，哇，你赶快来了，感谢主。”有没有这样的？我这一生就遇过一个像哥尼流这样的人啊。一般来说都很难，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福分，我们很难去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执行神的旨意，我们常常会被辱骂、被逼迫、被羞辱，可能是来自自己的家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存着感恩，然后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尤其在那个家族中喜欢比较的时候，真的会这样，一定要以善胜恶，要有那个先知道德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而且一定要以善胜恶。我刚到台北2个礼拜，我忙到都没有办法打电话回家，突然听到我们家人打电话来，一打电话接到的时候，我说啊，对不起，我太久没有打电话回去。然后呢，接到电话说恁都拢死到没半家，我们家都死到没半只了，电话就摔下来。请问你接到这种电话会很快乐？被人家说你全家都死光了，我赶快拨回去啊！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恁爸母拢死了了啊！啪，靠！做出自己，这个接这个电话也是很，我赶快再拨回去。第3句话，他说恁阿某拢会教，拢会无话无句哦。拢无话无句，拢会教的，又挂断。我赶快又拨，再拨回去。基督徒，其实这是我的错，我的错，所以引起人家的愤怒了，引起人家的愤怒。哎呀，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犯错，因着耶稣的缘故被破坏，那更要感恩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带出福音的能力跟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最后的真福比其他的福更加的惊人，更加的难以理解，但是也是更崇高的福乐。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的福分常常逆着来，而最后一个福分的逆着来的那个福分特别大，特别大，恩典特别多。所以谁为正义的缘故受迫害，他就拥有天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年度不止迎接五福，而且能够迎接属灵的五福，让我们得到永生，在你的面前灵性的富足跟尊荣，而且身心得到完全的平安，而且活出基督荣美的形象，并且将来仰望主的再临。主啊，我们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八福，求主施恩怜悯，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也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以及我们家庭的儿女，让我们在新的年度里面都满满的、充充满满的领受你的恩典和真理。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